无了解，捌感觉着你的亲爱，以为你对阮无关怀，如今才知，如今才知，是环境无情的阻碍。做难忘的人，何时才会倒转哎呦，这收这粉饼收得偌紧的了，因为即摆工业的社会嘛，大项拢嘛爱争取时间。要毋过咱这吼，中国人吼有一种美德，虽然是工业的社会，但是家庭的伦理嘛拢足够的。毋信你甲看这个俗语剧场。阿姑娘，你先做样啦。了好。你做啥物代志？你甲阮两个老伙去烦恼就好，我就甲你做啊。阿爸阿母啊，我自细汉就带这个小儿麻痹吼，甲恁拖了遐尼久啊哦，我才真不好，我规气死死的啦。阿姑娘，你哪通讲这款话？不管你是亏较半时，你总是妈妈生，你哪通讲这款话啦？对，阿群啊，人都要有志气。像到咱这当阵社会上，嘛有真侪人破相。虽然讲吼伊的机体破相，但是人心肝拢无破相，嘛是认真奋斗，有真侪成功的人，到尾啊嘛是拢变大事业家、企业家。所以你的心绝对唔通破相，爱认真走。爱较坚强咧。你啊，知哦。爸爸，我考入大学啊咧。谢谢。谢谢了。真高啊！爸妈，我知影咱家散车，无钱通去交学费，无要紧啦，我会用先休校，我先来去打工，等我赚有钱了，再过来去读册。哇，爸爸妈妈实在真对不起你，家庭这么啊散车，也袂当甲你培养。钱啊，真正村长伯有叫人来讲好的，村长伯因若无说，足介意阿华互因做查某囝，啊无你想？我嘛种唔甘的啦。我讲正经，阿华迄后读书吼嘛，都爱甲培养，啊咱若无迄个经济，好啦，互我去做新妇啊。我袂啦，爸妈，不管咱大哥安怎散车，我干嘛来去打工？我无歹分人啊。实在是有影吼，天天开心本来是拢互人咧开心的，今仔日煞搬即个大悲剧。啊，其实吼，这只有一句俗语听我形容啦，这叫做吼，囝无幸，爸母散；爸母无幸，囝急死啦。来哦，咱哭一个。